Hello，介紹翻朗天峰兩房單位，都係特高樓位咯。咁事不宜遲，最緊要介紹翻入邊嘅單位資料俾大家先。朗天峰非常之高質嘅兩房單位啊，咁都係全部係特高樓嘅3.5米啦。咁比一般樓底高咗一大截嘅。咁我哋望出景觀啦，呢個景觀咧向南嘅，咁望出去靚靚仔仔啦，一片山景。咁啦，睇翻主人房先。咁咧，主人房咧，咁擺咗張床喺度啦，俾個業主短暫時間休憩嘅啫。細房呢間，咁睇埋個浴室啦，浴室乾濕分明啦，都係新簇全新裝修未住過。咁睇多次個單位先。